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，在陌生的世界遇见陌生的人，与本来陌生的人建立奇妙的友谊，可能这就是游戏的最大收获。冷剑哥哥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们就没有那么顺利可以拿到刘龙喜。如果没有拿到刘龙喜的话，我们就回不了现代。如果回不了现代的话，就见不到我妈妈。小明，不要太伤心了。生死有命，更何况你说那么多，他也未必听得到。我只是想到这日子有冷剑陪伴的日子。我是说并肩作战的日子。何止并肩作战，我们还一起洗过澡。昨夜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。今日乱我心，多烦忧。bang bang bang， 啊 bang bang bang， 由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？爱情2个字，好辛苦。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。你这臭流氓！呀呀呀！你这死变态，怎么这么无理的你？我不管，你要对人家负责任，不要脸，不要脸！好兄弟，我们下辈子还要一起洗澡。其实，我才是唯一一个和冷静留下珍贵瞬间的人。哇，强壮的臂弯，这应该是游戏里最帅的 NPC 吧？不行，赶紧拍照。哎，弟弟，过来，快点，过来，帮姐姐拍张照啊！拍多几张，360度，无死角，全方位。嘿，之前传闻江湖中有5位奇人异士，随身携带秘密武器，嘿，武功高强，行事诡异。嘿，哎，这道光看似有玄机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吸魂大法？那好点啊！我已经被吸了魂魄了吗？不行，让我动动手指头试试。啊！
啊，还好。弟，快抽牌，他笑了。我们换个地方拍，走。哎，姐，你不是说赶时间吗？冷剑，我会永远怀念你的，你的音容笑貌，永远存在我深深的手机里。姐，你好像说的跟恐怖片一样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只要记得曾经拥有。其实想想，我和冷剑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你为什么只追我啊？华日之下，竟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，此人绝非我类。待我拿下他们，细细审问他们的来历。好。哎呀，等等，我累了，休战5分钟。5分钟是什么意思？是暗号吗？还是什么武器？哎，不是说好5分钟啊？你这不守信用啊！你看，现在开始计时啊！这是何意物？这一定是……哎，喂，你干嘛用剑挑掉我的手表啊？啊，对了，好像古代没有分秒的概念，那就再停久一点，15分钟吧。哎，我的意思是我们停战1刻 ，OK？ 让我仔细想想对策。停战？莫非他在等同党？哎，你不要再演内心戏了，你都可以做影帝了。不过这么一板一眼的，好像应该比较好骗，那就让我使出最后一招。哎，房基，你来啦！啊？怎么听起来像是在青楼里面调戏花姑娘一样？你别玷污我和冷剑的美好回忆。总之，我会永远怀念你那傻耿直的性格。没错，到现在身上还残留。起都守不住，冷剑也就算了，居然把几只小毛虫给我放进来，传出去，本王的面子往哪搁？臣知罪。知罪有何用？能要回刘龙喜吗？臣去追回来。跪下！是嫌本王偷刘龙喜还不够明目张胆吗？要堂而皇之的告诉所有人，本王要夺太子皇位吗？我们悄悄的。你看看你们那边的动静，能悄悄的吗？先去把那几只小毛虫给我抓回来，本王倒要瞧瞧，他们有何能耐。No！ 那谁？
太子，既然事情我们已经办妥了，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刘龙喜，你好好看管着，我们后会无期。哦，五位且慢。太子会不会打完斋不要和尚，把我们给灭了？想太多了吧？太子长得那么和眉善目的，也不像啊。这叫暗里藏刀，你懂不懂？哎，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呀？那我们怎么办？这里前后左右一共有4个门，待会儿太子一说话，我们就做鸟兽散。你往东，你往南，你往北，你往西，我呢随便走，Go Go Go！侠士之前答应我各位，如果能帮我夺回刘龙喜，自当重重有赏。你看你们几个调皮啊，这个时候还顾着练功，回来，听清楚太子要对我们说什么。五位侠士，真是不懈怠呀！哎，过奖过奖，太子。太子刚才说是要什么有什么吗？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我是说要告退嘛。有东西当然要拿了再走嘛，不能辜负了太子的一片心意，对不对？客气啥？我为几位侠士准备了酒席，一是为了表达谢意，二是为了给冷剑解会。好，走。回禀王爷，还没有。什么？连5个来历不明的怪物都抓不住，岂有此理！王爷，臣等一路跟踪15人，发现他们潜入幽兰谷中，把刘龙喜交给了龙之子。什么？没想到我那个杀鸡都不敢的皇兄，竟然如此老谋深算。好啊，龙纪呀龙纪，没想到把你囚禁起来，还能兴风作浪。本王就不信拿不到这个皇位。
快说，还有什么可以要的？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哎，黄金玉佩有点过分。如果是太子的话，看他还有什么贴身之物。哎，我想要龙之子的贴身之物。哦，我的贴身之物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过来，我给你。一道符，此符是本王出生之后母后赠予，保佑本王一路至今。虽历经万难，但总能遇到像几位侠士这样的贵人，逢凶化吉。今日本王就将此符赠予几位侠士，以表谢意。传令下去，5月初5，就是龙骑回宫复位之时，务必要在朝中百官到达之前，把龙骑给灭了。王爷，那柳先生那边，那只老狐狸，本王之前派出绿萝，未能取其狗命。那王爷是打算一直假装与其结盟，受其差遣？受其差遣？他手下要不是有一群武功高强的红衣魔军，本王还需如此讨好他？哼，笑话！王爷，臣不懂。那只老狐狸是想利用本王出面夺位，然后来一记黄雀在后。哼，本王只是将计就计，让那只老狐狸放松警惕罢了。王爷高明，王爷高明。但之前那只老狐狸是房基那贱人的心腹，殊不知一下子像换了个魂似的，性情大变。原来也是觊觎皇位之徒。臣该死，臣意思是大战在即，抓紧训练。诺。怎么了，元宝？你生气了？是不是因为太子赐婚的事情生气了？可是人家还不是因为你才拒绝的啊！你说什么？啊！你装听不见欺负我！哼！哎，凌晨，过几天我们生日就快到了，到时候一定要一起过。谁要跟你一起过？哎，万千人中，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这么巧合的缘分，不是你想拒绝就可以拒绝的哦。我。等待是最长的陪伴，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我们天各
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我们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，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